讲台语，提百万。好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支队。支队，奖金摕一堆。好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咱的好队。 5、6、7、8，拼好，我就是比你好。欢迎第三组的来宾，欢迎咱 S 队。上冠军摕金牌，100万摕回来。欢迎第四组的来宾，欢迎咱马队。嗨，马克信箱。对啦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熊。是，今日咱四组的家庭拢来啊！对啊。吼，咱好啊，甲介绍一下。第2摆哦。毋过真紧张的，就是讲，就干那四组里面，就看一组会当入来咱的决赛呢。哎呦，足凶的，足粗残的啦！来，先来介绍一下吼。看因顶抓的奖金摕偌济等去，会跟咱100万无关系哦。无关系。好，来先来介绍咱的指甲，咱的队长是啥人？哎呦，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姊，这是阮阿公长弟。 Hello。这是天甲甲阮做伙来摕奖金的弟弟。哦，弟弟。这个我一个队友，就是高雄来的特别会晓讲台语的高雄朋友，伊叫 Edison。好，来甲你问一下，顶抓奖金有偌济13,000。嘛袂歹咧。伫阮遮会当摕到13,000，算是悬的哦。是哦。这道迄落奖金，佫继续甲摕去。对。比13,000佫较悬呢。加油！好，来欢迎来第2组，咱好队的队长啥人？大家好，我是品豪，我今日带我的好朋友来。好，来介绍一下。伟霆，还有品行，还有良希，麦看因拢足少年，因台语拢足厉害。哦，赞。那厉害，咱就爱问讲，咱顶抓的奖金偌济？咱讲偌厉害？看时点。顶抓奖金偌济？顶抓奖金摕16000。即摆想起来拢足牛的呢。对啊，万人袂少呢。对。是今日希望恁甲100万，愈来愈近，紧的挖过来。啊，今日奖金摕较济，转去哦。好，欢迎来咱这 S 队的啦。咱的队长是啥？大家好，我是丹力。丹力哦，是丹力啦，是丹力。介高兴，今日的队友有啥人呢？这阮的好朋友一个阿伯 Eric 跟 Miki，台语无讲足牛的，就是真假讲嘿。我足假讲的。啊，个是阿王某，王某姐台语完全袂晓。咱进步真济，拄好甲讲你好。讲你足水耶，赞。安尼就对啊啦，咱爱甲老师讲足缘投的，这是重点哦。甲老师比爱心，是咱顶出来奖金有偌济？4万。好，欢迎。好，来个扫落去，咱的马队。马克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克啊，我今日咧有我的 partner 玛丽，玛丽来啊，我的 partner 卡提亚，我是爱 partner 丁，这是我主持的 partner， 明星的 partner， 这暗时爱 partner， 上节目的 partner， 这部的 partner， 是，顶出来奖金偌济？哦，咱是上高的6000。明白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来，刷得来，跑下欢迎咱的老师罗公行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来，摕到100万，咱就通啊赚大钱，买新厝啊！好，今日第一位啊，斗阵抢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斗阵抢擂台。哎呦，来哦！要安怎抢咧？哦，甲4队报告一下吼，咱这回合就是每一队吼，拢爱一边派一个人出来，一个人出来，一个人回答2题。哦，2题有2题的机会。对，啊，迄2题吼，一题4000，你若拢对就是8000。哦，啊，一队是毋是4个人？ 4个人啊，就是32000块啦。
咱今嘛请的好的，咱就来请擂台。来讨论哦。来，大家顺利顺利顺利。哦，顺利哦。来，咱四位拢起来啊！是，拢是要来请抢奖金的啦。没错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！哦，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哦，这题有6个字哦。 6个字。爱看影片哦。哦，爱看影片，请出题。来。哦。哎，就简单的啊。哦。啊，等我来计划请手答吗？请手答。哦，来。哎呦，小人。娇气加花布袋。哦。等下，你给我讲一解。娇啊气加布袋，起布袋。钱足济，大家袂使迄落吼。后边拢着头前。娇啊气。起娇啊加布袋。哦，起椒啊，加布袋。起椒啊，无椒啊。来，你等。上尾你要确定一下哦。加布袋是对的。系啊，过来。嘿，嘿啥？养老鼠。请娇气加布袋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。来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？请娇气加布袋，加布袋。来，老师伊安尼讲，对唔对？歹势哦。真可惜，一条命都没有。你讲的，嘿呀，就是差迄个字名啦。等我下计划请手答无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弟弟。起鸟气加布袋。来，老师伊安尼讲，对唔对？你讲一摆看卖。来，佮讲一摆。起鸟气加布袋。加布袋哦。有这音哦。哪里加布袋？好，来，两位比会请手答。来。起鸟气加布袋。哦，这边老师。恭喜好弟弟就进京了。好，因为第一位吼，伊讲娇气啦吼，这是鸟气，唔是娇气啦。啊，第二位吼，伊的错误是伫个加布袋，伊讲加布袋啦，加布袋听起来是用加刀来加布袋，所以是听，而且用迄个字是念做加无唔对，不过你伫迄个名词头前的时爱变调，就变做加布袋。啊，伊直到第三位讲出来，音才是正确的。哦，伊6字讲出来听起来拢正确，所以头前2位就是因为。发音无正确，所以袂当回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刷落来吼，这题有10个字哦。10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哎呦。哦，这是啥物？哦，一边是啥物？哦，安尼来，请手答。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无人知影。无人知，不要紧，咱甲提一下好不好？来。好，来。是一个字，你看卖咧。一个字哦。花。哦，花。花哦，有人知影无？搁一字来，搁一字。哦，茶。哦，一边是茶，一边是花。什么茶？什么花？你要看因的动作哦，是咧创啥？哦。来，准备哦。来，请手答。哦，来勇敢，真好。卖茶讲茶好，嘿。卖花讲花香，讲花香。哦。卖花讲花香。好，卖茶讲茶好，卖花讲花香。哦，来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真拍拼，可惜嘛是。来，伊拢甲你应验出来啊！原来3位有机会啊！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威廉。卖茶讲茶好，卖花讲花香。歹势嘛，唔对。哦，来，阿姊，我搁提示一个。哦，来，后手2位真正有机会啊！搁提一字哦。我来，搁提示一个，看卖，来。哦，今嘛是茶香哦，所以唔是花香哦，是茶香。茶香啊，来，2位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弟弟。卖茶讲茶香，卖花讲花水。香，看迄个图，看影片。水吗？不是水，花。水。你真少看的啥货？你有看有看？哦。好，来，讲一个较大声的老师听。卖茶讲茶香，卖花讲花红。来，老师啊，你讲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好，来，咱指甲。小玉指甲。
4000块，哦，无简单。好，来，真正有影无简单。无简单咱听老师来解说者。好好，来，老师。你俗语哦，真侪拢有倒句啦，就是押韵啦吼。嗯。啊，你啊看哦，伊讲卖茶讲茶芳，卖花讲花红，芳甲红是倒句，就是押韵的。哦，啊，恁拄则头前讲的，都拢无去讲到这啦吼。啊，有诶讲唔到位去啦，啊，有诶是无倒句，讲水啦，讲迄个啊好啦，拢袂当倒句嘛。是。所以一个红。啊，一个芳，一个红，安尼才会倒句啦。啊，上尾这位吼，伊虽然调有淡薄仔唔对，不过伊重点对啊啦吼，所以让正伊对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晚先来看一下分数。是。讲阮几队？几队今嘛有4000。嘿，啊那阮好队咧？哦，嘛有4000哦。啊 S 队咧？哦，今嘛爱心一粒。啊，好来 B 队咧？今嘛月饼一粒。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免硬气哦，都有机会哦。好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来，第2位啊！来，嘿，来，好，来，我要开始啊！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好，来，咱这回头一题是5个字。5个字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哎呦！哦，有哦。哦哟，两个摩的路咧行咯，哦哟！好，来，请手答。无人知影。哎呦！好，来，玛丽。这就简单来了，大家听好真足老师。咦，咁知影这是什么意思咧？好，来，我要开始啊！好，来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好，来，咱这回头一题是5个字。5个字。好，好，来，请出题。哎呦！哦，有哦。哦哟，两个摩的路咧行咯，哦哟！好，来，请手答。无人知影。哎呦！好，来，玛丽。这就简单来了，大家听好真足老师。红水乌大板哦。哎呦！来，老师。各位在。这是讲咱人的穿衫哦，穿红色的看到足水的，啊那穿乌色的看到足大斑的，所以你看查甫人哦，若伫咧重要的场合哦，因穿的西装大多数拢是乌色的，就是因为乌的穿出来较大斑啊。是。另外3位爱加油啊！加油哦！第2题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啊，刷来这题有10个字。10个字。请出题。哎呦！来，看紧的看真足哦。哦，有牛，搁有迄布啊。嘿，啊，个囡仔。请手答。囡仔甲大人哦。无啊无子。先提示。来提示一个字。哎呦！这叫做啥货？啊，这里叫做慢。无人知影。慢什么货咧？是，搁有无？唔知啊，我搁甲你提一下哦。好，来。好，来，搁提示。哎，第2个是，哦哟，玛丽来啊，玛丽来啊。搁是无头壳的玛丽。细汉头挽布，老人头牵牛。你要讲一解哦，进来。细汉头挽布，大汉头牵牛。哎呦，老师伊安尼讲对唔对？即摆来正确。就伊这细汉对应大汉啊，讲你伫细汉的时阵做唔到代志吼，虽然你唔是真严重哦，头挽布共头挽一个布，啊若无人叫你管吼，无人去教吼，啊你大汉就会做足严重的代志，叫人头牵牛。伫过去农业时代吼，牛是足值钱的物件，哦，即摆牛嘛真贵啦吼，不过伫迄个时阵比即摆搁较贵，所以就是讲你细汉若做歹代志，啊无人甲你管教，你大汉会愈来愈害，会做足严重的犯罪。是。来，咱就先来看咱的分数，咱的几队？几队即嘛有4000。嘿，好队嘛有4000哦。好，啊，咱的 S 队赶快爱心大大咧啊！咱的 B 队哦，即嘛有8000哦。继续搁有2题哦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来换人。好，我要出题啊！哦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这题有5个字。5个字，咱请出题。哎呦！看到，哦，这什么话？哦，有无？咱手答。哦。歹势吼。Miki 较紧。歹势吼。好，来 Miki。歹得出好顺。哦。来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的答案是？歹得出好顺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正确。
这个呢？这定来咧讲啥呢？讲哦，士大人唔是足敖的人啦吼。啊，不过伊生的囡仔吼足敖，就讲可能老爸伫乌道在做歹代志啦吼。啊，不过因咧囝吼足够读册，尾来去考到司法官啦。啊，讲哦，这歹德出好顺。哦，明明老爸都遮尔无好的人，啊，囡仔遮尔敖对安尼。是。第二题哦。加油哦！啊，无3位。好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这题有6个你。6个你，咱请出题。哦，6个你有看到？啥货？哦，那一个人有够会。哦，来请手答。有无？6个你，无人知，要过来提示哦。我予恁一个字的提示，一个字的提示。哦，第3字烧。什么烧？哎，唔知。有无？唔知。哦，马克。头壳烧。哈？头壳烧。嘿，过来。后面嘞。辛苦令。哦。哎，有影呢。头壳烧辛苦令。哎，无定就是安尼哦，大声讲哦，老师讲，知影你的答案是？头壳烧辛苦令。好，来，老师安对唔对？歹势哦，唔是。啊。有叫几字啊？但是无完全对。啊，无搁提示哦。好，来，过来一字哦，来，搁一字提示。哦，真正是头呢。头啊。头，有想到啥话哦？头啥话？无想到，无要抢答。来，搁继续哦，搁一字来提示。哦，真正是冷呢。哎呦，头什么烧？什么冷？什么？有无？有要抢答无？无呢。搁无，不要紧，咱搁一字提示啦。阿姊足辛苦，搁一字来。来，头烧烧。这应该都听过哦。好，来，有字。头烧烧。是。什么会？心灵灵。哦，头烧烧，心灵灵。唔对。哎，这拢定定讲过，有机会哦。来，请手答。哦，来。头烧烧，卡铃铃。头烧烧，卡铃铃。头烧烧，卡铃铃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呢。哎呀，春凉气啊，春凉气能力哦，互你机会哦。来，一字提示。来，搁一字。头烧烧。起来。头烧烧袂灵灵啊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大声讲，甲老师讲你的答案是。头烧烧袂灵灵。好，安尼啦。有无标准哦？头烧烧袂灵灵，讲拄开始做的时吼，哦，兴趣是，逐项都要做，啊，到尾啊吼，做无偌久就无兴趣啊，咱讲3分钟的热度啦。哦，就是讲袂当坚持到底，起头真热，啊，到尾啊就冷去啊。安尼。好，来先来看一下分数。是。看阮指甲。指甲即毛4000。嘿，阮好甲你。好甲即毛8000哦。S 甲。哦 S 甲即毛4000。咱马甲。哦毛8000哦。大家拢开始啊。咱阁有最后一个机会哦，开始就好啊啦哈。好，来，今日来换人。等下互恁看，一时仔囝就看有啊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。来哦，来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啊，这题有8个字。8个字，来，请出题。哎呦，这重要的哦。起来，哦哟，啥话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变魔术吗？哦，来，唔知影不要紧。我提示哦。好，来，一字提示。来，请看。好 ，key， 什么 key？ 嘿。来，唔知影吼，来第2个提示。哎呦，大什么 key？ 大什么 key？ 哦，来，好，来，我要搁一字提示哦。好，过来哦。来，搁一字提示。哎，是。这应该拢知影啦。这字吼，咧台语内底就是啊的意思，辣的意思。什么啊？啊，话语内底迄个是啥？过来一字提示哦。过来哦。好，来，搁一字提示。哦，大人什么 key？ 哇，安尼啊。大人安尼啊。啊，姊无讲看一样。来，卡弟啊，来，真好。我随便猜哦。好，你来讲者。大人团起。好。团起。大人会起，囡仔袂起。哦，囡仔袂起。
哇，我刚才讲了袂马上。来，大声甲老师讲，你讲啥？大人袂起，囡仔袂死。囡仔袂死，囡仔袂死，伊这大人袂死，囡仔袂死，安尼对唔对？下开始，安尼唔对。来，大家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伊这方向是对的啦。嘿，方向对啊！来，三位机会来啊！我有个一字提示啊！一字可以。好，来一字提示。哦。哎呦！来。大人徛起囡仔坐椅。哦。来，老师，你个讲一届较大声的。大人徛起囡仔坐椅。安尼袂当歹势。无人唱，无搁看者好啦，阿姊搁看者。来，搁一字提示。8字已经差不多啊！哎呦，来，爱丽孙，爱丽孙，大人徛起，囡仔占伊。大人徛起，安尼嘛，对，哎呦，来，咱来品尝。搁你看一字，搁让你看一字哦。好，来，咱搁看一字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搁看一字。哦，大人爬起，囡仔占伊。哦，这边安尼正确啦。哦，伊即句话讲大人爬起，囡仔占伊哦，是咧讲。囡仔人吼爱有礼貌啦，唔通讲大人若徛起来，啊要去作为是讲便所是安怎，啊你就去占伊的位啦，安尼足无礼貌的啦。所以咱即句话就讲大人爬起，囡仔占伊，这是咧教囡仔讲唔通乌白去坐大人拄啊离开的迄个椅仔位。是爱知礼貌啦。对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啊，即嘛有6个字哦。 6个字，请出题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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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创啥？ 哦，两个人咧。来，咱请手答。哇，你创啥？你创啥？嘿，拢唔知啊吼。唔知吼。看到恁的眼神，就拢唔知的眼神哦。非常的迷茫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一字来提示哦，一字提示。好，一。好。真正名一字提示哦。干扰。好，无人知影阿姊，搁一字来6个字，好，来，咱搁提示一字。哦。哦，来，爱丽孙，一个来一个去，一个来一个去。哦，来，老师伊讲一个来一个去，安尼对唔对？唔对，有对2字，不过其他拢。哎呀，迄个真重要哦。来，咱3位拢有机会哦。好，来，品行。一句来一句去。哦。来，老师，一句来一句去，对唔对？正确。这是讲人咧冤家啦吼，一个讲一句，啊，另外一个马上应一句，啊，佮一个佮讲一句，另外一个佮应一句，所以一句来一句去，两个拢唔肯退让啦，所以冤袂煞。咱讲阿摆安尼一句来一句去啊。是。哎，好，来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分数。是。看阮这队。这队即马有4000。好，咱的后队。哦，后队有万人哦。啊，咱的 S 队咧。嘛有4000。啊，咱的马队咧。哦，毛8000哦。不要紧，大家即嘛哦，落地啊拢满满啦，拢有钱啊，有钱啊吼，咱继续过来去加油做了好不好？第2回合就好，来，今日的第2回合，分到第1名。分到第1名。是的。是啊，咱规矩先甲大家讲一下。好，甲恁报告一下，这回合吼全部拢来算。拢来啊。是啊，拢总吼有6题。6题。只要吼看倒一队上侪人生存到最後，也是講全部攏有淘汰啊，剩迄隊生存到最後，就會使得到這回合的獎金3萬塊。好，我的答案就敢若 A、B、C 爾。係。好，聽阮講好了，就今日開始想20秒了，就開始。去要愛答案哦。好，來，我要出題哦。上位咱請出題。請問愛食魚的人一定聽過鱔肉，啊，你敢知影鱔肉講的是什麼魚呢？是白帶魚，還是青魚，還是秋刀魚？好，來，你有20秒的時間，今日請選擇。嘿 ，A 是白帶魚，嘿，白花魚，B 是青魚，秋刀。嘿，好，來，20秒，來哦。哎呦，調金獎哦，是安怎哦？
时间要到，来时间到。好来，咱即摆 A、B、C 拢有人，不过我唔知影啥人是海虾人的人。哎呦，我嘛唔知影答唔到底是白带鱼、青鱼还是秋刀鱼哦。来哦来哦，来，我看玛丽，咱足有把握，你就第一个就来徛 A 啊咧。哎，安尼台真正若是伊就全部拢。哦，就这人再见呢。哦，哎呀，是你选的是。我唔知阮母啊看到这个生气无，因为伊伫厝甲我讲过，讲你要食沙巴无？啊，毋过我袂记你后来摕出来鱼啊到底啥物？可能是。你听过沙巴？沙巴。因为阮母啊爱食秋刀鱼，所以我选沙巴。可能伊问我的是这。哦。你要食沙巴无啊？你选秋刀鱼，啊，你徛咧白带鱼。哎，你这不是哦？我以为这选 C 啊，不是啦，我台语英文无好啦。啊，这我确定伊是无头脑。我真正是无头脑。不要紧，放轻松无定就是伊啊。哦，误打误撞。白带鱼哦。对。你捌食过吼？这叫什么形？你知影吼？知，我是分线风险。哦，对，有概念。安尼嘛对啦，一定爱甲风险甲分开。无错。来，咱即摆看青鱼。我知沙巴是秋刀鱼，但是扇巴我唔知是啥物。扇巴。所以讲你感觉是青鱼？对，是啊，因为白带鱼较少，较少，对，较少是。所以我想，应该是 B。安尼，你马库你知影无？来，沙巴鱼不是虱目鱼吗？哦，还是沙巴跟沙巴不一样，沙巴不一样。我就乱选了。哦，这应该是好听，就是风险甲分开。对，是风险分开的。队长来，阿姊，队长，拼合。但是若拢无到，两个队长拢无一样嘞。三个队长。拢死啊！你想要休困哦？你想要休困哦？我搞好迄较老的人去做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有当时啊，这是一种识。嘿，心机啦，策略，对。好，来，咱今日位咧队长是这，是咱你对鱼啊有研究？无啥研究，但是我知影日语的秋刀鱼嘛是三把，对，日语的秋刀鱼嘛应该是共款的吧？应该是用日语变做台语，来讲话咱就对啊。你知你后壁出一群人？上济人选有这个呢，是。哎，来，我就要问伊。袂死。嘿，对，迄个卡吉啊，你知影啥会叫做三把？哎，我记得你食日本料理的时阵哦，师傅对啦，西湖门啊，海上哦，讲英文。师傅问你要食赛巴鱼无？哦，伊啊写嘛说赛巴鱼。哦，听伊咧讲，我感觉对西湖巴也袂感觉。对啊，我感觉袂歹哦。生活内底。来，你甲看，咱这全部一罐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是，咱这条这拢是再会啦。好，来，要选用的就对啊，哈。对啊，来，来看这里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哎呦，原来是C哦，好，来分数。哦，咱即马吼唔对的人爱请转去，就是死啊！先煞甲大家报告一下，即马G队剩2个，好队剩1个，马队剩1个 ，S 队剩3个。来，咱即马可以的，咱乖乖来听老师解说一下哦。好，来老师，这3种鱼啊吼，2种咱台语拢有普通写咧讲的名，讲白带鱼啊，就讲白鱼啦吼，看你什么所在人，一般就袂去用外语来讲啦吼。啊咧，第2个咱台语叫做花灰啦，咱有台语名啦。啊，看到第3个吼，因为这种鱼啊，咱台湾人较早无咧食，啊尾啊开始食时就拄则咱有一位伫来宾讲是对日语来，这个就是日本话的名啦吼。啊，但是咱音当然甲日本话无完全共款，不过接近啦吼。啊，咱台湾人一般都讲三把，听起来有当个姓三把，啊，不过伊是日本话的三马迄个鱼啊的，咱台语的这种外来语啦。哦，啊，这个才是
秋刀鱼啦。是。哦，啊，咱台语一般本来无咧讲，所以就是用日本话的音来讲啊咧。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细汉的时阵，常常咧耍的红仔飘，啊，讲顶悬讲的这红仔是啥物咧 ？A 是纸牌顶面的图 ，B 是纸牌的形，还是 C 决斗的艺术？好，请三点。徛好，徛好。啥呐？大家拢遮尔巴，不是讲纸牌啊，顶面迄个圆，迄个图啦，是安怎咧？诶，我感觉 C 嘛是有可能，因为顶高机，我家己顶高机嘛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哦。敢会伫咧这题全部死了了咧？咱细汉时常常会耍的红仔飘，红仔讲的是啥物咧？请问，咱细汉的时阵，常常咧耍的红仔飘，啊，讲顶悬讲的这红仔是啥物咧 ？A 是纸牌顶面的图 ，B 是纸牌的形，还是 C 决斗的艺术？好，来，恁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A、B、C 看好哦。是纸牌顶面的图，还是纸牌形，还是决斗的艺术？嘿，来，咱拢头家讲答案哦。来，四队拢头讲答案哦。加油！没有，哎呦，好，请选择。徛好。你现在读大哎，你 KTV，哦，伊要徛啊，你要徛呀哦。好啦，好，不要紧啦。其实哦，拄则有听到一个讲吼，那真正有影大家拢无一个啊。哦，啊，就分数上悬的人。啊，就比第一个。第一个，所以讲咱阁有4题咧。加油啦！吼，咱一定要加油啦吼。啥呐？大家拢遮尔巴，是讲纸牌啊，顶面迄个圆，迄个图啦，是安怎咧？吼，我来问一下吼。来，有算过红仔飘？算过红仔飘吼？有算过嘿。所以讲，你知影红飘迄个形嘛吼？就是圆圆的，然后边有去加，对。你感觉你是纸牌顶面迄个？图红啊，就是红啊，像咩来讲，就是对啦，就是人的顶头人的迄个形啊，内面佫有什么苏颜纹啊？对啦，啊，顶悬佫加多石头布啦。对。好，来，这个真正有影，有迄个年会较有迄个感觉。来，选择有去的啦。我有去啊！上现在出动上大你捌看过红仔飘？无呢，我看过红仔飘啊，有啊。啊，有算过无？宝可梦呀，细汉时阵拢咧算。有吧？宝可梦啦，是红仔飘吗？对啊，不是红仔飘吗？是。哎，无敢看的，无敢看了。你红仔飘是啥物做的？纸啊，纸。怎共款的啊？对啊。啊，可能即马年代顶面的图无共款啊，是无唔对。诶，我感觉 C 嘛是有可能。哦，红仔的决斗艺术。因为顶高机，我家己顶高机嘛。哦。红仔飘呀，安尼这样。有道理咧。所以讲，即马是 B 甲 C 拢无人要选的对啊吼。后来咱来看者哦。敢会伫咧这题全部死了了咧？哈，卖还则轻松。嘿啦，提早收工。好，咱来看者了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放轻松，好，放轻松，徛好。嘿，咱来听老师来解释一下哦。来，老师。对，这个红仔飘吼，甲这红仔册红仔就是迄个图啦吼，迄个红仔册内面的角色啦。啊，咱以前囡仔啦咧算红仔飘吼，顶面就有一个这红仔册内面的角色啦。是。哦，啊尾啊就有想讲迄个布袋戏的角色啦。哦，像讲拄来讲苏彦文，啊较早就是拄来讲迄个什么诸葛四郎啦、甄平啦，遐红仔册内面啊，所以咱迄叫做红仔，就是迄个红仔图啦，就是迄个人物啦，迄个册内面的角色，还是讲电视内面角色。是。啊，迄个叫做红仔飘啊。好，后手阁有4题哦。加油哦！看咱同学拼到第几题哦？3万哦。3万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当顶乌龙茶是台湾介有名的品种之一？啊，你敢知影？当顶其实是一个地名哦。伊是倒位咧 ？A， 伊是新北市的边仔 ；B， 伊是南投的鹿谷 ；C， 伊是嘉义的梅山。来，你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哎呦！来，记得哦，哎，是新北，哦，哎，也是南投，也是嘉义的梅山，拢同学讲答案哦，拢同学解。紧嘞，同学大声讲不要紧，同学大声讲不要紧。是，哎，我看大家拢去丢听。好，来听好。
啊，为什么积极的啊？教练啊，苍雄，苍雄，你都来指导啦，哎，好爱甲指导者。好，来，咱即摆看者，你应该是够真侪答案吼，你应该够两个答案。你心内，是。哦，我心内，你知影当顶乌龙茶是啥？一个茶啊。对，捌啉过嘛吼？有啉过。口感安尼，介好啉。介好啉。是，啊，你即摆你徛，你知影是倒位无？新北平林，新北平林，平南啊，就这茶，就这茶啦，就这茶。对。所以我感你感觉是谁吧？我选他，你选伊，支持伊啦。没错，支持。好来。其实这3位拢是咱台湾真有名的正地，有名的正地吼。咱即马选的是南投的。鹿谷你捌去过无？无呢。你倒位人？我是新增。是啊，新增。我是讲伊是台北囡仔。无对。是。啊，不过我选这有原因的哦。什么原因？原因是因为吼，最重要的哦。因为阮队长是南投的。哦。你南投的？来阮宜兰的。宜兰的，你哪会选迄个嘛是？我是感觉鹿谷的茶上有名，平南有名应该唔是乌龙茶吧，应该是其他的茶味。我不确定啦，对吧？啊，主要是我偷听到因队长咧讲。耳汤爱较来啦，原来哦，心伫咧遐，目睭伫咧遮啦。啊，对，是无唔对啦，真正有影乌龙真济。对。啊，逐位所在拢有乌龙。对。啊，真正有影较有名的。到底当顶是倒一个？是地名哦。嘿，这个巧，伊讲伊足巧的，这个。是好来巧的。来，就是卖相信家己就对啊。哦，你嘛对伊来的，因为是你某的关系。听某嘴，大虎嘴。哦，最赞。啊，你厝边啊，来，厝边啊。高雄来。厝边啊，来听一个就对，你是听到啥人的？我听到张杰。伊听因家己对。伊讲恁得一个比一个死的对。一个比一个死的。跳。我本来想讲，伊是讲，你看迄个卡底啊，徛倒位，咱莫徛遐。是，不过因咱无想到当顶其实是一个地名，是倒位咧。太困难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咱即马吼，真侪所在拢有种这乌龙茶啦吼。咱台湾乌龙茶出口是真有名啊，足侪所在拢咧种。不过伊上早发源地吼是伫南投鹿谷吼，遐有一个所在叫做当顶。啊，所以是对鹿谷迄个所在遐的一个小地叫做当顶，对遐开始有人种啊，以后因为种了好啊，就迄个足侪人就对伊种吼啊，所以一直传出去啊。即马真侪所在拢有乌龙茶，不过上有名遐个是叫做当顶乌龙茶。好，来。我要搁出题哦，第4题哦，嘿，唔通互阮无后4题哦，后3题啦，咱加油哦，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啉美露爱用美露的杯啊？啊，你敢知为什么台式的美露杯啊足水的？人喺德国、外国拢足大个啦。啊，为什么台式的美露杯啊特别水咧？你敢知什么原因？A， 因为较水较好洗。B， 因为互人啉起来敢若较济酒的触感，因为一杯搁一杯嘛。是。还是 C， 伊会使维持迄个美露顶悬迄个泡的口感。好，来，恁有20秒的时间，请选择。嘿，是较好洗，还是互人看起来有美露敢若较济？一杯搁一杯嘛，较济酒。嘿，还是讲维持迄个泡？去到，去到，拢无人诶，无人啊啦，拢无人诶，啊，而且愈来愈细声哦，生气啊，愈来愈细声。20秒哦，你不要先。好，来，请关键。调好，真厉害。是，来，这若真正唔对，就拢全部再会啊咧。咱就新3万哦。是，爱啉美露，爱啉美露。阿姊我都有发到伊的面册，伊若甲姊出去，唔管是去山顶啦，还是去露营啊。我介意因两个家己去迄落佚佗的感觉，足 free 的。我就开始啉嘛。想要食啥就食啥。对，比如啉介济，我介介。所以讲你会感觉讲是愈啉，感觉愈济感觉。伊一杯搁一杯啊，一杯搁一杯啊，台湾人就是安尼一杯搁一
杯啊，因为洗唔是恁的人的洗可能，对啊，伊较早人无咧注意迄落顶头的泡，是，对，较早人无咧注意迄无味够注意，所以认为就是中啊，顶管甲下骹拢坏掉。对，是，我来问你应该嘛是对伊行的嘛吼？还是你嘛有啉？无啦，我嘛有啉啦，我是唔知影答案啦。我是感觉 B 甲 C 拢有可能，啊，不过我就问阮的队员，伊就讲应该是 B 较有可能啦。是，互人有迄个感觉，愈来愈啉愈济啊，愈啉愈多杯啊，较嗨啊，较有迄个气氛啊，对啊，啊，较好搭，但讲啊，伊种搭啦，然后有，真正因为秘鲁就是一定爱搭啦。吼，啉是无够，想袂到啉秘鲁嘛，使啉到回答这答案，真厉害。是，后来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我们是敌人。咱看人迄去啉迄个蓝马秘鲁的生啤酒吼，迄一杯就足大杯对无？啊，你迄一杯要啉到了，啉足久的啦。啊，所以你会感觉讲，哇，我才啉一杯尔，啊，你若用较细的吼，啉5杯吼，可能还无迄一杯遐济。对。啊，你会感觉我已经啉5杯啊，所以你会互咱感觉我啉较济的感觉啊。好来。继续哦，加油哦，第5题哦。马队，你若知影答案嘛，通甲因讲啦。对啊，还是讲看你要害谁嘛，会使甲讲啊。上好上害啦吼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哎，请问阿桑这个词是会使形容什么性别的老大人咧？是 A 男性，还是 B 女性，还是 C 男女拢会使？好来，你有20秒时间，请选择。嘿，阿桑哦，是男性、女性，还是男女拢会答？好来哦，即摆拢起了啦。系啊，无人要徛中啊，拢去各队吼分开徛，啊，世界无人来徛。好啊，咱来徛。哎，时间到了，请选择。好，停好，停。好来。这可能爱有去日本的人才会知啦。无唔对，阿桑，咱定嘛你讲。来，容易，加。好来，是阿桑，你刚刚是女性。因为吼，阮隔壁我都叫伊阿桑啊。阿桑，查某的。查某嘛是阿桑。对。所以就选女性。对啊，阮阿嬷拢会讲，阿桑好，阿桑好，应该是女性。你捌听过有甲这个查某欧里桑啊？欧基桑，我不过。迄个是欧基桑啊，才有可能伫台湾啦，我是安怎想啦？才会用到欧基桑，阿桑伫咧台湾，应该是查某较。我感觉你的可能真大。那是你对因两个就输啊。好来，咱真正咱看，定去日本。定去日本。啊，你知影这意思？阿桑这讲阿桑这就是欧基桑欧巴桑嘛，对，然后大概然后我因为。大家拢想讲是欧巴桑，然后阿桑，然后就阿桑，但是其实要爱讲欧基桑嘛是会使，嘛是欧桑啊。这是一个礼貌的尊称的对啊，意思是安尼。意思的老大人啦，是这样。哎呀，那看到欧基桑，哎阿桑。阿桑对啊，阿桑，阿桑。啊，那查某的嘛是阿桑。对啊。好，来哟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公园，这其实是外来去的欧基桑、欧巴桑啦吼。不过咱台湾人吼，讲称呼的时，拢会加一个阿伫头前啦。啊，咱就去甲迄个欧基桑、欧巴桑甲伊省略，敢若用阿甲上尾是桑，来讲称呼。啊，咱一般拢是咧称呼差不多40、50岁查甫人啦，欧基桑、欧巴桑。啊，你若用台语讲的时，就用台语阿，佮加一个日本的桑，甲伊倒出阿桑。所以也当用来称呼。查甫人嘛会当用来称呼查某人，不过咱真侪人听到拢感觉称呼查某人比例较济淡薄，拢会想讲干那查某人，其实唔是啦，因为欧基桑嘛是桑啦，所以阿桑会使讲查甫人，嘛会使讲查某人。今嘛剩 S 队一个啦，啊，还有 G 队一个啦。哦，来，真正两位咱拼到第6题哦，加油！好，来哦，继续哦，来上回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讲大孙就爱芳岛，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岛讲的是啥物咧？A 新竹牌啊 ，B
金刀红啊，C 相片。好，来，你用20秒的时间，来，记，来，这个是传统出山的时那一种。嘿，航道，哈，我想哇，即摆大家拢转去，无人要行咧。对，这种岛应该想袂到，讲无人要讨论啦。那无人要行。这不可能，这是只有彼此。我有看过。哎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来，登来哦。你相信你啦，你相信你，好相信他。来，你相信自己，你相信停了。好，来，弟弟，来，这，这届我听谁讲？逻辑来讲是要听阮队长尹安。哦，对，你大孙哦，我大孙呢？你大孙，我唔是。啊，你捌迄落啊？听过这，还是讲你捌亲身？我知影碰到，但我嘛是你想到你是先祖牌还是迄落古话谈？是，对啊。你算是上金妈嘛对吧？对，上金妈嘛，我嘛上金妈，但是因为我咧想要碰到的时，应该拢是有人过身的事，才碰到，对啊，所以我应该是就金妈妈吧，我也想是安尼，但是我无啥确定。是，好，答案已经真清楚，我们过来买叫你手来啦，好，来，咱展开答案是。我想因可能去互迄个地幕去甲伊害起来，因为捧斗嘛，伊想讲有斗，啊，迄金斗红啊嘛有一个斗，所以因感觉是捧迄个。啊，其实吼，在出山的时吼，也无迄个骨头糊的红啊。以前也无用火烧。对啦，因为咱以前是扣骨啦，无火烧，扣骨了后才会装伫迄个黄金红啊内面。啊，再搁带一摆，啊，迄阵总会去看风水啦。啊，不过你出山的是无啦，啊，出山的是迄神之摆吼，是用一个米斗吼，甲迄个神之摆啊插伫顶面。啊，迄个毋是黄金红啊，毋是金刀红啊，迄是一个米豆啊。顶面插一支迄个神之牌，因为人死都爱有神之牌啊。啊，拄开始的时是有一个，咱讲迄个有一个铃嘛吼，咱迄个算迄个铃铛啦吼。铃铛。啊，迄个神之牌放伫遐，等下咱应该是讲做8日了后车铃啊吼，3年啦吼，车铃以后才去甲夹炉，去甲迄个甲迄个本来放人去倒迄个夹菜迄个。新珠牌啊，新珠牌夹做伙啦，啊开始是分开的啦，啊所以迄支就是拄过身的人的新珠牌啊咧。是，是不是？报告者，因为全部的人拢互淘汰，所以这回合3万块咱就省起来。咱省起来啊！要比什么咧？咱就比头一回合因的奖金的数量。是，就是咱的赢的，咱赢的就对啊。对。然后甲咱去后一个回合啊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先看一下分数，看向上赢哦。来，咱一队。头一回合 S 队啊，G 队是4000。嘿，好，咱好队咧。好队是16000。好，咱 S 队咧。S 队是4000。好，咱 B 队咧。是8000。哦，所以讲咱上赢的就是咱的好队。好，来恭喜恁呢！哇，恁即马通来去咱的决赛啊呢。决赛是，有想到无？无呢，而且这摆奖金甲顶边同款，对啊，拢160块。哦，唔通搁保持，唔过即届会当摕倒转去，我唔知影呢。问过后一个回合无？是无唔对，啊，唔过边个嘛不要紧。对。咱有参加，咱就真欢喜啊！哦，是，而且大家精神拢有摕出来哦。袂歹。好，来看因通啊16000摕倒转去无？好，今日咱的1秒1000斤。1秒1000斤，楼顶楼下金一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即马奖金有16000哦。16000，不过咱来先甲规矩甲大家讲一下。好。嘿，咱这个回合是什么规矩？咱这回合就是你吼16000就是16秒，啊，同款1秒吼换1000。嘿，啊，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使来回答，但是要注意哦，只要有一个人唔对，这回合就结束啊，钱就再见。一个都无去啊，都无去啊。是咱唔过咱有3年30秒呢。嘿，所以咱这嘛继续甲送回去。对，但是因为咱吼节目题目太简单，所以咱加10秒尔。哦，原来是题目太简单了。是啊，但是我题目嘿。要互你选的，就是楼顶甲楼下有2个图。是，爱今日选哦。对，爱今日选哦。你算秒数。后来麻烦
一人有回答的机会，拢排一排。嘿嘿，后边先个头前个讲哦，拢会当讲答案哦。嘿，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来。题目就是两个字。好来，老丁啊，老康。盐水多一个盐水。盐水。我的答案是老丁。时间暂停。拢总16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好来，麻烦一人有回答的机会，拢排一排。嘿嘿，后边先个头前个讲哦，拢会当讲答案哦。嘿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来请看，来，题目就是两个字，开始。好来，老丁啊，老康。盐水多一个盐水。盐水。我的答案是老丁。时间暂停。你的答案是盐水。哎，老丁的。是。啊，下骹你知影啥？芹菜。芹菜。好，来问者阿雄，对还是唔对？哦，正确。来，好，后一位。来哦，来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题目叫做大同啊，请看。大同啊，好来。哦，老丁老康，今日选一个。哎，顶面啊，斜卡，时间在走，我答案是老康，时间暂停。好，来，阿雄，对还是唔对？答案是老丁家对。安尼啊，歪啊啦，咱阁有机会呢。够高妙咧。是啊，不要紧，咱精神有摕到，啊嘛恭喜恁进入迄落决赛啊！决赛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赶快来去颁奖。来，奖杯。哎呦，袂歹哦！恭喜进入决赛啊！今日啊，咱来比赛吼，无着不要紧，不过恁精神我拢有看。真好，真厉害。阮后一季应该是嘛，各有100啦。嘿，反正比100较多哦。哦哟，欢迎恁个报名来参加。是，欢迎恁个报名来参加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好，感谢咱的罗公行老师辛苦咯。谢谢。大家有理会。讲台语，铁爸爸。好，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。谢谢，回个报名啦，差点出来，哎呀，太可惜，恭喜，谢谢，回过来，恭喜，进入决赛。